其實我背脊最近好攰啊，你有冇方法可以幫到我啊？你最近咁乖，等我幫你睇下啦。嗯，我諗我知有咩方法可以幫到你啦。跟我嚟啦。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5個背部非常容易記嘅穴位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開始啦。佢哋分別係脾俞、腎俞、大腸俞、小腸俞同埋膀胱俞嘅。咁喺按摩之前，大家記住幫寵物放鬆，等佢習慣我哋要準備開始按摩。好，首先我要教大家揾第一個穴位脾俞。咁脾俞係喺胸骨嘅尾端，大家揾呢個穴位嘅時候，可以由肋骨側邊向上拉，左右各有一個穴位。調理脾胃可以改善消化，特別係香港春天潮濕天氣，容易引發消化不適同埋皮膚敏感。調理脾胃可以改善食慾不振，促進血液循環，仲有助免疫系統。好，咁下一個穴位係腎俞。脾俞向下數2節骨，就係腎俞，都係左右各有一穴。按摩腎俞可以改善腰痛同尿頻。潮濕天氣都特別容易有泌尿嘅問題啊！按摩腎俞可以減輕腰部嘅壓力，增強寵物整體嘅活力。我自己通常都會用指壓或者揉捏嘅方式，每個穴位按8至10秒，分開3組。喺實際按摩嘅時候，大家記住要放慢返個節奏。下一個穴位係大腸俞，亦都係喺腎俞向後數2節骨，左右各有一穴。大腸就係負責排便同埋將廢物排出。咁香港嘅寵物就多食乾糧啦，潮濕嘅天氣好容易加劇咗腸胃嘅敏感。按摩大腸俞可以改善到便秘，促進到正常排便，特別適合經常喺室內嘅寵物啊。下一個穴位係小腸俞，喺大腸俞向後數2節骨，左右各有一穴。小腸就係負責消化吸收同營養分配。按摩呢個穴位可以改善消化不良。所謂小腸愉快，毒素拜拜啊！我嘅金毛 BB 都特別鍾意我按呢個穴位。下一個我要介紹嘅穴位係膀胱俞，喺尾部盤骨上緣左右各有一穴。膀胱就係負責儲存同埋排出尿液。按摩此穴可以促進正常小便，預防膀胱結石啦。特別適合老年寵物同埋經常有尿道問題嘅貓咪。穴位按摩就係咁簡單。大家好，我係 Kit Sir，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啦，收工㗎啦，行啦，去街。